四邊記日係日節咁樣講到，最特福嘅人就係冇隔嘅日本人行廢腦嘅路線，隔日本做罪惡嘅人，即係離開日本人，即係都係最快樂、最特福。四邊記係日係二節，但係即係要入暑吉，要入歡喜，要入愛心。對上帝嘅話，是個思想要思想上帝嘅福音，思想上帝嘅命令，佢都係最特福，佢最快樂。呢邊記第第三節咁樣講到，其實何必像日頭樹種菜，看到水邊順嘅氣，佢大枝大到配正正，mà唔會嘅個入唔會炒，唔會多，唔會講。冇大字，咪意思呢？是家要尊虔上帝、思想上帝，是家冇隔嘅本人行壞路線嘅路，是家最快樂、最特福，是家嘅生活中是社會裏黑到，是家就要平安嘅字，是家嘅要快樂嘅字，要和平嘅字，要歡喜嘅字，因為到上帝要看顧，上帝要照顧，上帝。要同齊，因為這個暑吉，這個歡喜，就一個命令嚟行，日天要善理何得這個，阿門。